廟街啊，今日又嚟到廟街。廟街個名點嚟嘅呢？因為嗰度有個天后廟，所以佢就叫廟街。又名男人街。又嚟到呢個香港特色啊！啲阿伯呢着住件背心喺個艇嗰度捉棋啊！而家啲年青人俗稱廟街做老廟啊。天后廟對出個廣場，俗稱係叫榕樹頭，就係由嗰度發展到大笪地，有啲人喺度休息啦，有啲人喺度賣嘢。當年呢度企滿晒喺度表演係粵曲啊！但係今日呢，我就唔見有，只係有一兩個人企喺度唱歌。佢分為兩段嘅，一段呢就叫做廟北街，另一段係廟南街，係以呢個天后廟為中心分界嘅。廟街呢，好多電影同埋電視劇呢都嚟呢度攞景嘅，唔係贈慶吓。旁邊嗰啲就係占卜睇相，呢度係油尖旺一個著名嘅景點，充滿住香港嘅文化特色、民間嘅風情。呢度特色就係咧同人睇相啦、紫微斗數啦，聽講仲有一檔嘅雀仔占卜，以前有好多㗎。可能啲雀仔退晒休。以前呢度人山人海，排晒長龍嚟呢度等占卜、測字、睇手板同睇面相啊！廟街通常都係由傍晚開始，越夜越精彩。呢度仲有好多成人情趣用品啊！廟街嘅有趣之處呢，就係佢夠複雜，唔講你都唔留意啊！有啲妙齡少女企喺側邊樓梯口。咁呢就會問佢出不出？好多電影都形容廟街係品流複雜。夜晚不妨嚟行下廟街，感受下嘅氣氛啦，都幾有趣嘅。70-80年代嗰陣時係人山人海嘅，當年啊多人到好似行花市咁啊！我哥同我嚟嗰陣時啊，仲捉實我好緊張，你唔好行開啊，因為嗰度好多男人㗎。名副其實係叫男人街啊嘛。好多電影呢都喺呢度取景啦，呢度成為呢個旅行區啊。以前嗰種氣氛，今時今日我覺得已經係成為歷史，但係都維持住某啲嘅傳統風貌。廟街佢哋賣嘅嘢都係比較平嘅廉價嘅貨品。疫情之後，再加埋好多因素，旅客係少咗，所以係冷清咗。
我記得以前嘅小食呢係比較大規模啲嘅，有蛇羹啦、炒蜆、瀨尿蝦、煲仔飯，仲有各種嘅海鮮啊！依家就擺咗一檔一檔嘅細細嘅攤位，係買啲唔同國家嘅小食啊！大家都不妨嚟行下睇下食下啦〜